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中国的军方宣布，因完成东部战区的军演任务，嘛表示未来对咱台湾的军演伫台海周边的行动会变作常态。中国嘛有电讲，即摆因的军演有10大突破，但国防部是回应讲，一般咧军事训练，汉内咧宣传家己有外交，所以爱咱国人理性看待。那国防部嘛强调讲，即摆中国来起无空，咱的应应嘛证明咱国军普通时的训练有成果。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中军东部战区最18日宣布完成任务，不过并无明确说明这群强军对台湾的军演会到一日抗战，也暗示未来会继续伫台海周边行动。战区部队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持续开展练兵备战，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对中共讲，这边军演有10个突破，但国防部讲，战训行动正少这么大动作，伫咧宣传特色，请国人理性看待中共对台湾的恐吓。这次中共挑衅，士卒提供了处处接战场、时时做训练，以这样的观念，把握机会，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反复磨练指挥程序，发挥组织功能，依照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的原则，稳固现状。国防部公布到78到5点为止，总共侦测强机36台次，其中17台飞过海峡中线，也有10台强舰。学者赵春山认为，这边中国高强度的军演，至少会一直到中共20台结束。另外，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也开始并推模拟强军2026年返台。结果显示，美台合作会当成功抵抗强军。不过有军事专家较保守，认为美军的实际行动也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保卫咱国家拢无放零，有影是真辛苦。国军伫后个月初5迈进行联勇操演，昨早伫屏东的保留山有实弹有演。那陆军伫中华罗水溪北岸迈进行射击训练，应付中国的威胁。那咱国军嘛发影片记录国军甲中国解放军这段时间徛对立的过程。屏东保留山的山顶演习一直唱出来，不时听到真大的声音。国军初10早起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操作各种的机枪，甲自走炮顶展开实弹射击。因应后个月初5联勇操演，要提出上好的表现，赶紧做训练。面对两方局势紧张，国军强调讲，联勇操演甲中国军演并无关联。影响上大的就是因为，其实伊拍这榴炮是还好，伊若拍舰车炮，对我们的房屋结构的损害就比较大。另外，陆军早起嘛伫中华罗水溪北岸的炮阵地进行 M105榴弹炮常态射击训练。当地居民讲，射击训练是比演过更加接。国军因应解放军的威胁，全台湾各部队动员。当日啊，伫屏东举行的天雷操演，官兵特别伫发射的炮弹顶悬写捍卫主权的字，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中国最近对台湾进行封锁本岛的演练，国军公布一个合作国军伫立安全演练伫立的影片，公开国军官兵坚守职务，陆上战甲车机动，还有飞弹、航空快跑标准，战机嘛升空做警戒。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公开咱国军舰近距离监控中国054护卫舰马鞍山号，甲054A 护卫舰安阳号，其中甲双方军舰对起过程落来的，是各组的瑞恩无人机。适当的透过这种空拍画面然后向国人甚至向国际证实说，其实我们对周遭海域它有监控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乐见的成果啦。因为其实用无人机来替代有人战机或军舰来从事伴航或伴飞的任务，其实会节省相当多的人力啊。国军强调讲，袂互任何挑战拍倒，会照甲中线、领海、甲主权守护条的原则，绝对袂退让。专家分析，这个行动对反击中国的宣传战有帮助，嘛建议国军强化第一线官兵的心理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第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降到8.5%，虽然也是真悬，也毋过已经比资本按算的也搁较低啊。主要是因为能源的价格有落。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通货膨胀压力有变较细，也毋过爱继续控制。
若通货膨胀降温，美国股市有信心吗？嘛鼓励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拢收红盘。要开学啊！美国纽约一个社区中心的160位职工，甲加多延毕这款文具装一地，要提供给纽约市超过30间公立学校，差不多8000位学生准备开学。Consumers told us that they're planning to spend about $864 on average for all the clothes, shoes, school supplies, and electronics. Lower income families in particular may be hit a little bit harder by higher prices and inflation. 媒体报道，因为汽油加能源价上降，美国7月公布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8.5%，比6月从1982年11月以来升悬的9.1%较低，也比市场预测的8.7%较低，显示国内通膨有较缓和。Our economy had 0% inflation in the month of July. 0%. Here's what that means. While the price of some things went up last month, the price of other things went down by the same amount. But people are still hurting. With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from the war in Europe to disruption of supply chains and pandemic shutdowns in Asia, we could face additional headwinds in the months ahead. Our work is far from over. 联准会会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决定伊的利率政策，同时收完货币政策，也有收完的程度。联准会也伫咧解决通膨，甲袂伤害经济之间找平衡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转来，咱讲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8月15后礼拜一开始，所有来咱台湾的旅客上飞机进前，唔免搁加2天来 PCR 阴性的报告。也毋过入境咱台湾了后，同款爱采检，嘛爱进行3天加4天的入境检疫。另外，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 BA.5 有可能会互疫情搁压起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呼吁民众，即阵疫情有较转好，若是会当，就要赶紧去做预防针。边境管制搁再放零，指挥中心宣布，为8月15开始，所有来台湾的旅客取消爱附坐飞机进前2天来 PCR 阴性的报告，依期入境做喙内体检，也搁有3加4等等的措施。毋过境外体检阳性的人，要是依期为采检迄天开始的7天内，暂时袂当坐飞机。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有民众表示认同，毋过嘛有民众是感觉真烦恼。我觉得非常好啊，有助台湾经济吧。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可能现在毕竟好像走台湾管比较严一点。疫情上新的消息，国内新增加23665个本土病例，中重症的有85例，死亡个案有25例，有一个较少岁是30多岁的男性，做过3档疫苗，有酒精性管硬化的病史，7月份出现走路会喘、规个人真等的情形，8月初时发烧。先看杂杂挂急诊，了后验出确诊，用瑞德西韦治疗了后，要是不幸伫初6过往。中重症个案内底较特殊的，是一个去治疗肺炎的1岁查甫囡仔。8月3号开始有出现呼吸困难、有杂音的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当时的诊断是肺炎，也有哮吼合并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所以住院之后给予瑞德西韦等这些药物治疗。6个月到5岁的这个幼儿的疫苗，那 BNT 的部分现在还在这个等厂商在进货，预期进来到3剂打完，有完整的保护力，应该会到12月。指挥中心预估，新一波 BA.5 疫情可能伫8月中至月底出现，建议符合做第4档疫苗的人，都要赶紧去注射，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各地天气拢是好天小热，也毋过大气层较无稳定，所以尤其伫过昼了后，西半部抑个山区拢会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是透偏南风，伫嘉义以南、屏东云较高，雨嘛较粗。若过昼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会较旺，会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苗栗、台中、彰化今仔日有局部大雨会发生。爱细致单位讲甲强阵风。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至35度。气象局是有针对宜兰、花莲甲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尤其伫台东高温是有机会升悬到38度。另外，伫日本南边的海面上，即摆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近伫今仔日会增强做今年第8号的风台米雷，也毋过离咱台湾是真远，所以看起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
来关心欧洲伫即个热天高温烧热哪行路？英国是搁发布小影热流的警示。若刷落来即几天，有的所在高温会达到35度，所以当地政府嘛呼吁因的民众最近唔通烘肉，避免天气大热引起火灾。若欧盟上新的研究嘛指出，高温恐惊会害欧洲有一半以上的所在会出现可汗，状况会是500年来上害的。伫伦敦西部郊区即个徛街门口埕，熊熊火势烧了真猛，乌烟是一直冲出来，看落是真惊人。迄当阵厝主哪像是伫咧烘肉，当地民众讲，代志发生敢若是1万年的时间尔。From this house, it was probably about 30 to 45 seconds, maybe to a minute, for all of the grass to be burnt and for the fence to be completely burnt down, alongside the rest of that shed as well. So it all was in literally like minutes that it had happened. 英国顶个月才打经过一波小影，伦敦附近才传出火焰。当地民众也未负休喘咧，即马阁有一波新的小影出现。英国气象当局警告，为拜四半暝到礼拜，英格兰中南部、甲威尼斯的部分地区，高温会升到摄氏35度，呼吁民众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医疗甲社福单位嘛会针对毒鸡甲脆弱的族群提供服务。伦敦当局嘛下令，请民众毋通伫咧户外起火或者是烘肉，避免火若一个倒起来，就怎袂收煞。另外，毋但英国当地的可汗，根据欧盟官员上新的研究，欧洲当面临500年来上介严重的可汗。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that we just received, we estimated this morning that the area under drought warning conditions are approximately 47% of the total European land, while the area under alert condition for drought are approximately at 17%. 专家指出，未来3个月欧洲中部甲西部发生可汗的风险是真大，而且若阁一直唔落雨，可汗的情形恐惊会扩大到规个欧洲。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请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财政部甲台新金控昨昏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因为中华银行经营权还有买卖所产生的官司，伫最高法院牵线协助之下，已经和解达成共识。台新金控已经向法院撤回告诉。若这一项因为二次金改政策所引起的银行合并的争议，高甜17档，即马总算收煞。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7月份全国税收。初步统计，7月份正交税收142亿，减58.3%。若前7个月正交税收1094亿，嘛比去年同期减614亿，创下史上减上济金额，年减率是35.9%。来看《自由时报》。真出名的冰淇淋的品牌香根达斯，伫比利时甲新加坡陆续因为被验出有藏致癌的物质宽用乙烷，互几内国家要求爱回收。但是药署经过比对，发现咱国内某5款口味的冰淇淋，计共45万杯的香根达斯爱回收，已经通知业者袂使搁卖。若业者昨昏嘛打出公告，讲商品会回收，到月底之前有买到的民众会当去换货、退货，也是退钱。来关心鸿海集团，之前有公告讲，因要开新台票240亿投资中国的半导体子公集团。不过，外国媒体即马是也讲，这个投资案可能未过会受到阻挡，因为有国安因素。有官员希望鸿海爱放弃这项投资。不过，鸿海董事长强调，这项投资合法嘛合规定。经济部的投审会即马是表示，投审会的审查结果目前是还未出来。我们第2季的营收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3率3升。鸿海集团公布第2季财报，合并营收1.5兆，而且净利332亿，唔但创下历史新高，而且3率3升。全年展望为平平调整为成长，不过根据外媒报道，之前公告开240亿转投资新子公集团，好亲像因为政治甲国安因素，投资案可能受阻碍。一切都要以合法合规，如果这个相关单位不核准，那我们也有我们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备案。鸿海集团7月19已经向经济部投审会送件申请，迄个时阵鸿海指出，投资主体是子公司工业互联。
用自有基金甲第三方基金共同投资。投信会表示，投资案也搁伫审理，也未定案。那他有部分的资料是还没有送齐，便告他就是请他再补。两方局势紧张，伫敏感时期，电子大厂想要投资兑换，也拢互人特别注意。美国搁较是加强控制半导体产业。美国总统拜登七十伫白宫正式签署晶片法案。学者认为，美国晶片法案涉护栏条款对台积电影响无大，半导体美国制造对抗中国已经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1月份至6月份平均的薪水是44262块，年增率是有3.02%。不过，若是甲物价起这个因素加入来看，扣掉了后，颠倒是减0.1%，代表通货膨胀已经甲起悬的薪水拢食掉啊，所以实际上钱是变薄的，而且薪水求水。加速补充产业所需要的专才，政府甲产学界做伙推动产业人才能力鉴定 iPass 考试，累计培育16000个业界的人才。业界也会当作是一个依据来判断我们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在调薪的幅度这方面来说，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透过产学合作培训实习的计划，会有实践的能力，最后顺利留任。业界代表嘛学到讲，考试的命题甲进行的方式，拢甲实务上有连结。如果考试考及格的这些人程度都不错，他的命题的范围就跟我们日常工作是非常贴切、非常近的，不会打高空了。根据经济部的统计，这年来有摕到证照来应头路的人，平均的薪水比一般去应头路的人要加10%以上。另外，主计总处指出，今年1月至6月，全体封城的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4262块，年增率是3.02%，是民国90年以来的新高。我们经常性薪资的这个部分累计是增3.02%，但同期的物价水准是增加了3.13%。平减之后的话，实质经常性薪资较上年同期减少的是0.11%。物价欠悬，实际上的薪水是倒退率。虽然今年1月至6月，经常性薪水甲总薪水增加的幅度是袂少，不过伫考虑消费者物价指数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的年减率是0.11%。嘛是6年来同期头一届看到负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380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480万例。日本超过14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那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4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美国披萨连锁店达美乐传出要退出意大利的市场。达美乐伫意大利的经销商4月份的时就已经向法院提出破产的清算，店面一间一间拢已经收打。昨昏上尾一间店嘛已经关门啊。达美乐正式离开披萨的故乡意大利。人客用刀啊、签啊食意大利的国民美食披萨，主项产品是美国口味披萨的达美乐。2015年，甲当地特殊经销商以 Pizza Spa 达成协议，卖进军意大利市场。延过7年啊，若当地消费者无介意这种美国口味的披萨，这2年都拄到疫情，营运真困难，经销商申请破产。In Italia Domino. Sì. Che cos'è? Domino è una catena di pizzerie americane, volevano portare il modello di pizza americana a Roma. Ah, proprio qui. Quelli che hanno inventato la pizza la portano qui. Non ci capiscono niente americani. 疫情进前，达美乐办伫咧2020年年初宣布要甲店面增加到850间，并且伫咧2030年，伫咧意大利披萨市场占2%的市占率。不过，疫情影响国家上各间外送平台的竞争，造成达美乐营运更加困难。2020年年底负债超过1000万欧元，差不多代表3亿。伫今年4月申請破產保護。Non aveva senso aprirlo, guarda, ne parlavamo proprio stamattina. Non aveva senso, cioè, va bene, forse per i turisti, però per un italiano una catena, cos'era, americano Domino's? Americano, una catena
Cioè, come dire, io vado in Inghilterra e gli faccio da mangiare il fish and chips, non ha senso. Vado in Cina e gli apro il ristorante cinese, non ha senso secondo me. 若是达美乐2018年星巴克咖啡去米兰要开专门店时阵，也被笑讲无人会去啉。不过尾啊，星巴克开店是正成功。达美乐伫台湾有超过157间分店，规模只敢若输必胜客，是台湾第2大披萨连锁品牌。2020年发生疫情，带动外炸加外送市场，台湾达美乐的营收创新高16亿，税后净利要6817万。2021年6月，金华酒店集团以17.4亿代票，甲台湾的达美乐维护澳洲的达美乐。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北海道昨昏半暝啊到今日透早已经发生15届地震，上大地震规模有5.4，造成道路海气人体断水。未来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来关心北韩宣布疫情转好，要放凉防疫措施。外口冒风声讲，金正恩伊本人其实嘛捌去画着，而且佮发烧，烧甲真厉害。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登去到美国啊，昨昏有开记者会，伊强调伊来台湾访问是符合美国的政策。若中国用军演恐吓台湾，建立新的常态，美国袂当急点点，袂当无管。即马两岸局势当咧紧张，若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是坚持带团去中国访问，伊强调伊是要去关心伫中国的台湾人。不过总统蔡英文表示，国民党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传达错误的消息。通机场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人车走去中国访问，引起众人的关心。因为中共连日对台湾军演时机点敏感，伊表示行程规划早伫6月底就确定，主要是要关怀伫中国的台湾国人。在这个越困难的时期呢，我们越要关怀我们在大陆的朋友们，应该要去看他们，听他们的心声。我们一直觉得两岸之间呢，必须要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对话。虽然夏立言强调无做任何官方安排，也无要去北京，不过也讲立足对话方面希望见面交流，未拒绝。只是这个时阵去中国，已经引起党内有2种的看法。不必想要运用这种方式，任何的方式来破坏，甚至抹红国民党，让两岸和中和陆也是爱台湾。两岸关系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继续帮民进党擦屁股的刹车皮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支持，不过却引起蓝营青壮派反对，叫因停止出去。那内部意见无同，外界还有质疑的声音。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除非夏立言去对话，是要抗议中共军演。如果他真的一飞到北京去，他跟中共抗议说你们在封锁台湾哦，那就去吧。如果这个时候还跑去募款，拜托你把这个什么时阵哦？到底夏立言出去访问的时阵，中国国台办甲国务院又共同发布台湾问题甲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强调无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选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中共文攻武吓唔捌停，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总统蔡英文也批评中国无顾两岸现实，家己单方面发布白皮书，对国民党坚持出去访问表达失望。国民党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夏立言也是要带团去中国，刘一辉对这件代志各表示遗憾，也呼吁国民党唔通落入中共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去互台大特殊特殊学位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伊强调伊绝对无抄别人的论文，佮批评于正宏，若真正要甲告，就是蒙冤背义，做人袂当安尼。昨昏，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嘛伫中常会向党内发声，爱大家爱团结支持林智坚，爱维护伊的清白。我要请我们全体的党公职团结一致，相信自己的同志。支持智坚捍卫自己的清白。蔡英文总统伫中执会爱全体斗阵捍卫和台大特殊特殊学位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林智坚是佮强调，家己绝对无抄袭。
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人证、物证、公证的资料哦。那很可惜，很遗憾哦，在苏院长召集的这个学人会之下，没有把这一些作为一个这个资料来验证哦。学会的问题，林志坚表示，伊会伫收到相关文件了后，透过律师团讨论后续安怎处理。针对伊政洪律师无排除提告林志坚诽谤、林志坚批评、头前感谢、后边督导，这毋是做人的道理。林志坚论文风波，互对手质疑政治诚信，要求伊应该爱退选。学术的归学术，我们就是努力跑我们的行程，接触我们的基层民众。他也不需要透过这个政治的话语来说，他这个愿意到学人会去做说明然后认为学人会这些审定委员呢，好像是有政治的目的。林志坚的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的学术伦理也互人质疑。台大应该不是只处理这个学生林志坚而已。更应该要处理陈明通，也就是他的指导教授，所以请台大继续的清理门户。共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7站去监察院检举陈明通捌伫论文风波爆发了后，压迫余正红，佮有告11要去北检来提告陈明通。林志坚7下晡出现伫中华大学学论会审定会来说明，会后无表示，敢若向媒体讲多谢辛苦，马上离开。记者综合报道。那年底选举8月29开始登记，民进党嘛完成连江县、平湖县、甲新德县这3个所在党内提名，目前这3个选区拢是三脚赌的局面。党主席蔡英文带拄啊得到提名通过的连江县、平湖县、新德县长参选人做伙发动选，这个选举会伫8月29至9月初2受理申請參選登記，時間剩較無3禮拜。民進黨把握時間做最後一輪提名。民進黨創黨36年以來，第一次在金馬地區提名縣長候選人，我心懷感恩，也覺得這對地方發展和我個人意義重大。其實一直到上週，我都還在各縣市推動客家部在年底選戰、輔選的相關的工作，不管是任何的任務，全力以赴，就是我的態度。3個縣市會當講攏是民進黨艱難的選區，也攏是三腳賭的局面。新德縣周江杰要挑戰現任縣長國民黨籍楊文科，另外已經連2任的無黨籍台北市長何漢明也要投入選舉，攏有真強的實力。另外連江縣的部分雖然是民進黨頭一遍提名縣長參選人，不過連江縣選票偏拿，雙方也有差一掛。國民黨中常會報准副縣長王忠明甲左寧縣2個人登記參選，但是平湖縣的部分，民進黨提名前縣長陳光復挑戰現任縣長賴鴻偉，另外連2任的無黨籍馬經市長葉德霖也要參選。我唔行，會當繼續為了平湖，我為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我對年輕人的創業輔導，我對年長者的福利，我們還會繼續加強。雖然中央執政，不過因為目前選票結果對民進黨來講，這3個縣市也是真歹棒，暫時無優勢。記者綜合報道。在地新聞來關心9日大地震了後，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區有推動生態復育，觀光工廠民宿愈去愈多，不過水道水管管線害去，攏一直無修理，當地民眾攏愛去接水來用，總講拄着開花就無水通用。做了水公司即馬是決定要編3000萬定有水線，解決水的問題。甲島部盡發達，島頂77號清氣。在南投埔里桃米地區，咧做食的業者黃德堅，逐工上煩惱的毋是營業額有偌濟，是甲水道頭準開，毋知影敢有水通用。因為當地一直攏是靠溪水、甲山頂的泉水，抑閣有地下水，抽去山頂，才閣順家己食的管線，流去甲徛家，家己過濾來使用。我們的水是最小的那個水塔，對啊，之前就是只要我那邊的水塔是空的、停水了，我就要上來看這裡的水的狀況是不是有或沒有，然後就一路延伸到我的店那邊，然後有堵塞或者是有被關注的話，那我那邊就會沒有水。9日大地震了後，桃米地區自來水的管線就完全攏歹去，不過即馬當地推動生態復育，觀光工廠甲民宿是愈去愈多。人口嘛愈來愈多，用水的需求增加。去年拄着100年來嚴重的可旱，情形會使講是無米兼閏月。
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像前2年这里是不是就没有水源？那大家都缺水的情况之下这里就完全没有水可以去做一个生活上的使用。自来水公司为了解决问题，会先编3000多万分2阶段来改善，先修复当地加压站，配合暨南大学提供用地打造200栋高地配水池，还有污水井，按算在2024年完工。管线的工程还有加站，这个总共经费是3150万，会在113年6月底来完成，这个是由台水来自办。然后第2阶段是要做所谓的严管，这是由水业署来出资，就是看当地居民来提出用水需求。台水表示，第2阶段会针对桃米巷等有用水需求的住户，偷偷甲公线接过遐，希望到时会当彻底改善桃米地区山顶供水无稳定，也有水压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逐年拢会举办热气球嘉年华会，有的时阵这热气球是落地田里，造成农民的损失，嘛造成一寡农民不满。这天会日本来苗苗球受邀请到台东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顶礼拜自由飞过永安川，好亲像咧找降落地点，互当地居民真紧张。因为热气球的飞行拄着气流无稳，飞行员就走找降落点。花东跳过的飞行路线，因降落地点大部分是农残，一落地，工作人员甲车辆就会进入农残，造成农作物损害，尤其是有机残。一大粒热气球落地田内，农民可能要重新整地。我那个田就是其实不太希望人家进去踩踏，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人很多，而且我们周边有一些田是算有机的或友善的。县政府表示，每年热气球嘉年华会拢会编列热气球降落造成农损的补助，啊，不过落地的热整地或者是饲地农残，因为损失认定无简单，会搁甲农民协商。他认为那个地上根本没有作物，但后续就有农民来询问说造成他的农损，其实这部分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争议。那这可能我们当农民反映的时候，我们会到现场去看。官府讲，这几年拢有农民求偿记录，要找无地主的情形，呼吁农民有发现热气球落地的农残，或者是农地顶悬插有降落飞机啊，佮有农损，应甲相关厂商或者是县府联络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台南。台南六甲区公所为着要维护当地民众的安全，即马是伫高饮水，还有土石较放弃的所在，要到监视器。啊，进前台南有公园的游乐器材、娱乐设施，互白刀啊害囡仔着伤，即马伫运动公园嘛到监视器。手机八开，就使透过这个 app 用监视器去监控一寡高饮水、土石高放弃的所在。六甲区公所的人员会使即时开水门，减少民众的危险甲财产损失，也免时常派人去巡逻。我们装个一个监视器里加我们24小时在监控了。看如果有下雨的话，我们就赶快把它打开，这样的话才不会让那个人民受到那个积水之苦啦。可以透过一个手机一个 app 的一个观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也让同仁也不用疲于奔命，还可以有效率的利用科技来防灾啦。六甲区公所找在地有线电视合作，伫可能发现危险的公共场所到监视器。譬如讲，进前台南有公园的游乐器材，互白丝过倒，害囡仔着伤。公所也伫六甲运动公园到监视器来确保民众的安全。我们24小时可以监控我们这个游戏器材小朋友在这边玩耍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的里长在地的里长各方公所还有我们的分驻所的警员，我们都可以在手机很快的就可以安装，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啦，然后来监控看看这个一个状况这样的话能确保咱这个儿童的一个安全啦。用现代科技预防灾害，唔那通即时监控，减少造成的损失，也用上省工省时间的方式，好在地一个更较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乡村民谣大师陈达已经过往40档啊，但国内是真罕咧看到伊相关的相片甲影像。即马有摄影师甲进前采访陈达的相片摕出来展览，要互民众更加了解陈达还有民谣的故事。若讲到乡村民谣，就袂当甲国宝大师陈达绕高去，尤其是陈达唱的《思乡记》，凄凉的歌声，唱出先民来台湾的心酸苦楚，使人感动。
但达在生的时阵，念也大师黄玉中一摆有机会甲采访，一寡珍贵的相片，即阵就放伫恒春民谣馆电视。目前我们在民谣馆展览的是阮玉忠先生70几年的时候，那么拍摄的陈达这个过去的照片。参观民谣馆的这个民众啊，能够了解一下陈达老先生唱恒春民谣思想曲的这个过去的历史。透过相片，就会当知影陈达偌喜意乐琴，有迄个年代的文化甲历史，包括陈达世界表演的记录，伊的日常生活甲故事。珍贵的相片，让现代民众有机会了解陈达的故事。那么也拍摄他过去在地方上，他的故居在恒春半岛，这个唱民谣的一些历史记录。陈达在世的时候，他帮他拍的一些这个生活照啦，或者是他去这个弹唱民谣的时候，他所拍摄的这个照片是非常珍贵。列表师黄玉中透过甲陈达的互动甲记忆，用相片呈现民谣大师的生活。毋那甲陈达对恒春民谣的情感记录落来，嘛真侪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伫2017年时有修正儿童游戏场规范，规定咱全国的公园、学校、百货公司这所在游戏场，拢爱伫明年1月份之前检验合格，才当互囡仔耍。验过到今年4月份，敢若完成66%。监察院有提出纠正，要求卫福部检讨。到公园耍游乐设施是真侪囡仔的快乐时间。卫福部伫2017年修正儿童游戏场规范，游戏场伫2023年正月20日之前，拢爱检验合格才会使使用。不过监察院指出，到今年4月14日为止，完成检验的比率只有66%。卫福部修法的时阵无考量交全，造成检验量电塞车。卫福部在106年修正这个规范的时候呢，也没有做好这个政策影响评估。也没有考虑到市场的这个检验量人跟管理单位是不是能够限期完成这个备查的执行能力。修法有开了11次会，没有周妥的防范未来。另外，监察院也指出，国内检验机构目前也无经过认证，会使检验欧洲标准的游乐设施，造成以欧洲标准认证合法进口的游乐设施，伫规范修正了后，国内宣布机构会使以欧洲标准来检验，造成标准不一的问题，而且无标准通检，也可能减少游乐器材的多元性。很多学校就已经问了小朋友的意见，请他们共同参与，然后找了好的设计师去想打造更适合小孩成长的过程里游戏的场所。检验标准是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性，这是我们很在意的一块。监察院指出，游乐场排队检验的状况严重，就有游乐场排半年才检验到的状况，而且检验嘛常常无法度一摆就完成。若是游乐场伫期限之前也无完成检验，就可能面临拆除也是无法度使用的状况。卫福部的方面伫记者接稿之前并无提出回应。记者郭富良随台北报道。一般想要找头路，拢爱去公司参加面试。新德就业中心即马有成立摄影棚，是提供想要找人才的公司伫网络顶头开直播的节目，小介即个公司嘛吸引人来引头路。然后来到我们假同乐的节目，然后来分享真才的资讯哦，欢迎我们的厂商。嗨，大家好，我是。专业的主持人甲公司的代表，正详细地解说公司所需要的人才，用网络放送给迄寡伫咧找头路的民众，免出门就能了解工作内容。我可以不用跟人资主管面对面，那也可以很快的，就是提出我们的自己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其实也可以减少就是防疫的那个，让我们在防疫的时候更安全这样。新德就业中心看准现代人，大家拢会晓用网络，所以设置个专业的摄影棚，内底工作人员拢有经过训练，做出来节目看起来正专业。除了疫情期间会当降低人甲人的接触，也好比找头路的人较袂紧张。每周3会固定邀请我们辖区的厂商来介绍他们公司的产业，还有他们的职缺，还有他们劳动条件，甚至他们工作上所需要的一些技能哈，在线上哈，会跟年轻朋友可以互动、了解、介绍他们公司所需要的职缺。
就业中心讲，以后抑个会请企业逐礼拜拢伫网络顶介绍因的公司，抑个欠什么课，希望好找头路的民众对家己有兴趣的公司更加了解，较早找到适合家己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人有真侪人不时拢会感觉头痛、边边涩涩叫。家己基督教病院即阵有成立南台湾头一间头痛的中心，希望用正确的观念来协助民众，会当找出病因，会当来治疗。中医师用针灸来排解偏头痛的无爽快。偏头痛是袂少现代人加减会拄到的问题。台湾偏头痛的盛行率大概是9.1%。医师表示，出现偏头痛的症头，唔但影响到生活，而且还会遗传。我本来以为是我的脑部长了脑瘤或者不好的东西，然后结果不是。对，我的女儿也是常常喊她头痛，也是检查以后发现她也不是脑部长不好的东西，是跟我一样是遗传到我。嘉义基督教病院这站特别整合神经内外科、精神科、复健科甲中医等单位，成立中南部第一间头痛中心。希望帮助民众更加了解这项症头，进行正确的治疗。偏头痛最可怕的后遗症就是怕中风，因为偏头痛是属于一种血管性的头痛。那如果说长新冠真的长新冠以后才开始头痛了，这种病人我们还是要小心，这叫做急性头痛。医生讲偏头痛发生的原因真多，一般民众大部分拢是食止痛药来处理。不过，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嘛，拢有头痛的症头。那干那靠止痛药无详细检查，症头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受疫情影响，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无英过遐尔好，所以真侪企业就减人力。中国今年1100万个拄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头路真恶吹。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6月份16岁至24岁少年家失业率要活2成。拄好为研究所毕业的老钱，最近无用找头路，毋过过程真无顺利。伫下海时阵，都捌找过2间公司，最近雄雄甲讲已经缩编啊，无要招人，安尼无就是叫伊接受更加少的薪水。然后他们 HR 就是说，就是薪资还有浮动空间吗？我说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8000，就税前8000的话，应该也可以吧，没有那么高吧。老钱要挨的薪水比起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值已经拍8折，不过工作也是歹找。中国亲像老钱这款面临就业挑战的人，都有1100万人。毕业之前还会谈梦想，谈什么，就是规划自己的未来。但从出来社会的那一刻，找工作的那一刻，你发现你的就是一个搅碎机，把你的未来已经搅碎了。你能不能重组，你不知道呀。老钱到尾总算伫7月底接到一间出版公司的雇佣通知。学者分析，目前中国的劳动市场确实是真无稳定，因为受到疫情一再封城影响，中国第2季经济比起第1季明显降低。今年顶半年 GDP 年增率仅2.5%。一寡中小型企业无法度承担经济衰退的冲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3、4月份，大量的中小企业可能是出现了一种这个缩减规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预料到说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强，那么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抛售资产或者是一种保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就使得它的这个招聘需求就大幅度的缩减。官方数据显示，6月份16至24岁少年人失业率将近2成，比起部分年龄的失业率5.5%悬出真济。就业市场真侪人无头路，专家鼓励大学以上的人只有培养适应能力，佮强化家己的专长甲实力，才会当伫精彩环境中求生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冰岛首都附近有一粒火山，伫顶礼拜开始喷发。这个危险性较低，毋是迄款大爆发的喷发，所以有请世界各地一寡游客专工去看，甲火山近距离接触。有民众就伫边仔，哪食点心，哪欣赏火山喷发的景致。红记记的岩浆一直为火山的涂骹喷出来，看起来不止啊惊人，但是更较互人惊一条的是，甲镜头扭较远的一看，竟然有一堆人都坐伫咧无偌远的所在，看起来袂输敢若伫火山边啊野餐共款。这是北欧国家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差不多32公里外，一个叫做法格拉达尔的火山。
事实上，这个火山进前已经有6000年唔捌喷发过啊。去年3月突然间喷发，引起真大的讨论。顶礼拜因为发生地动，又搁开始为涂骹离开的壁唇喷岩浆出来，烧烫烫的岩浆，那亲像在跳舞共款，非常壮观，吸引足侪人来遮翕相。It's unreal. It's unreal. It's crazy. It's super hot. Super hot. 虽然冰岛政府希望民众唔好离火山伤远，但是大家根本都唔惊，尤其是经过媒体报道了后，世界各国的观光客拢拼来冰岛。有人讲看到涂骹一直在庆烟，嘛是感觉小可会惊惊。但是会当伫遮尔近的所在欣赏火山喷发的美景，真正是有够难得的经验。I'm kind of scared. Like I hear these noises and I'm like, is it gonna erupt even further? I know. But yeah, it's really cool. Nature is humbling. It's super exciting, and yeah, and it's kind of a once in a lifetime chance. 因为即摆法格拉达尔火山的岩浆是为涂骹的壁唇喷出来，所以袂造成大爆炸，危险性较低，嘛才有可能互民众若亲像伫野餐共款，轻轻松松坐伫边仔欣赏火山喷发。记者甘恩恩编译。天气反常，欧洲今年热天有小影有日流，天气热翕翕。若南半球即马是寒天，是寒人的，所以非洲南部关山的国家赖索托，因全国的土地拢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真侪欧洲人专工走来遮找天然的冷气，舒适甲爽适。看到这规片白茫茫的雪，这毋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嘛毋是加拿大，这是伫非洲南部的国家赖索托。赖索托是4颗链长，拢互南非包围的一个小国。但是赖索托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国土地拢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国家。所以，这个伫马洛蒂山的初雪度假中心，嘛是全非洲唯一一个会当举办各种初雪比赛的所在。对真侪从来毋捌看过雪的非洲民众来讲，会当来遮耍雪是非常神奇的代志。所以有愈来愈侪其他非洲国家，尤其是伫边仔的南非的民众，会走来赖索托佚佗。这个初雪度假中心嘛推出训练的课程来吸引观光客。头一摆穿初雪的鞋啊，大家拢欢喜甲那亲像囡仔共款。We're going on a class, a skiing class, and then after that we're just gonna play in the snow. I've been seeing a lot of ads on YouTube, and I just thought I really want to try that. And I've never seen snow in my life, so this is really it's a great experience. 因为欧洲即马当地拄着小影，热甲会惊人。有一寡欧洲的观光客嘛走来赖索托耍雪，甚至有欧洲的初雪教练，规气就转移阵地，换来赖索托教人要安怎初雪。I was originally born in London, but I spent the last 12 years teaching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in Austria. And this is my first season riding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因为赖索托是伫南半球，即马是冬天，所以无伫卡以后去非洲的赖索托初雪，会变做欧美国家热天的时阵愈来愈受到欢迎的度假计划。记者甘恩恩编译。抗旱是造成全世界真侪所在欠粮食食袂饱，尤其是长。非洲的肯亚北部连续3冬拢抗旱，民众敢若会当捡青叶野果来食。若咱友邦海地嘛有粮食危机，加上当地阁有帮派咧作乱，或者粮食危机阁较食力。住伫肯亚北部的梅提尔，行出布棚举办野生的果子，即个看起来拢已经闭开的果子，是因即马唯一会当出来食的食物。梅提尔也知影囡仔若食即寡果子会破病，不过实在是无法度。非洲东部即马正拄着40年来上严重的苦旱，至少有1800万人正伫咧摇巴岛，其中有400万人就住伫咧肯亚本来气候就正干燥的北部地区，则已经连续3冬无落雨。当地卡尔卡纳部落市的动物大量死亡，生活真歹过。另外来看海地。海地西北部地区同款拄着苦旱，民众等真久，总算等到救援粮食。Demais para ter planté tudo sèche para eu malgré eu ter poussé mais eu conseguiu hoje
Yo fleuri au grain, chalet à grain, yo pas qu'à prospérité. Mais yo même yo été yo corrompu, yo même grandi yo pas fini grandi.海底毋但是有可化的问题，当地帮派暴力正严重，更加加深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差不多有130万的海底人正伫咧饥荒的状况。伫过去10年之间，飓风加地震，又搁拄到总统有切身亡等重大事件，互这个国家长期拢伫咧混乱无稳定的局面，就要靠国际斗相共。公司新闻詹慧敏编写。关心天气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5度。再来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